过去几天，因为强烈日头风暴，纬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有民众看到极光。不过，通常极光爱高纬度的地区才通看到。即阵就有专家烦恼，这款日头风暴是有可能影响咱的电力甲通信系统。五彩十色的极光搭配有当时才会出现的流星雨，构成正特殊的景观。不过，这个所在不是高纬度的阿拉斯加，也是北欧，是北纬36度的田纳西州首府纳许维尔。随上同款伫美东时间7时半暝，搁较南边的佛罗里达州小镇贝克，嘛出现相当难得看到的极光。极光的出现是因为太阳表面爆发的同时，向外喷出带能量的粒子，统称太阳风暴。伫正常的状况，地球的主场是会使保护咱的通讯甲电力，袂因为太阳风暴受到干扰。不过，若是风暴的强度突破地球的风雨带，安尼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A system of very complex sunspots that came together and formed a huge active region of the sun. And these are extremely active in the span of a day or a day and a half. They launched, I believe, something like 7 coronal mass ejections. So we might expect power outage in some places. We might also expect some communication disruptions. 美国的太空气象预报中心预估，长度差不多11年的太阳周期，会在2024年至2025年初来到这个循环的最高峰。所以未来几个月，甚至更加久的时间，也有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太阳风暴，影响到咱地表的电力甲通信系统，以及轨道顶悬的卫星甲太空站相关的产业甲机构，一定要严加防范。公司新闻，徐嘉玲编译。